咁啊，雨神前幾日好似同羅力威重聚喎，點會有咁樣嘅機會嘅？唔係係啦，尋日咧睇新聞啊，張雨晨咧就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去見翻好耐冇見嘅羅力威喎。咁呢段新聞咧都幾有趣，想同大家分享下嘅。咁講下佢哋首先點樣去認識㗎啦。咁應該咧睇翻記錄咧，就係2009年嘅時候咧，亞視有個叫做亞洲星光大道嘅，又係一啲唱歌嘅比賽啦。咁當時咧就張雨晨咧就係代表馬來西亞咧嚟到咧PK 呢個羅力威嘅。咁當時羅力威咧已經係一個超級冠軍嚟㗎，真係咧戰無不勝嘅。嚟自馬來西亞嘅張祖成，曾經獲得超過20幾次歌唱比賽嘅冠軍，作曲填詞樣樣皆能，亦有大馬才子嘅稱號。咁今日你要揀我哋邊一位星光家族嘅參賽者同你一齊 PK 呢？其實今日心情有啲矛盾，因為我好想揀佢，亦都好唔想揀佢㗎，因為佢就係你哋嘅冠軍王羅力威。張祖成要唱嘅歌係蘇芮嘅一首經典名曲《舒服》。這次我已真的離開你，是否淚水已乾不再流？是否遺言了我曾說的那句話，情到深處人孤獨，多少次的寂寞將它藏心中，只為挽回我將遠去的腳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淚水，只是為了告訴我自己我不在乎。跟住羅力威咧就唱咗一首《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》去挑戰翻呢個張雨晨嘅。至少我盡力而為，哦，相信我，別再閃躲，我願為你不到最後，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，至少我盡力而為，相信我。我盡力而為，相信我。咁佢哋兩個咧，其實都真係唱得好好嘅。咁當時咧啲評判咧俾嘅評語咧都係非常之好，所以咧個分數大家都係非常之緊張嘅。咁我睇下最後個結果係會係點樣啊？超級冠軍王對住冠軍王0.2分，我哋嘅冠軍王都要去到失敗區。我諗係睇電視嘅，喺現場嘅，我哋可能都係好多人諗都諗唔到，我哋嘅冠軍王竟然都要去失敗區。其實都唔緊要㗎，因為頭先自己係唔記得歌詞㗎，有啲地方，所以自己係做得唔係咁好。當年呢場比賽咧都幾經典嘅，因為咧張雨晨咧當年咧係用0.2分咧能夠擊敗咗咧呢個超級冠軍嘅羅力威啊，咁都幾震撼㗎。咁所以上網入邊咧好多人翻睇翻呢場比賽嘅。咁不如睇翻張雨晨講佢哋點樣失散，咁樣又揾翻咁樣，都嚟聽翻。我即係以前啦，即係啱開一齊比賽過後啦，其實都有一段時間係有聯絡嘅，但係過後真係佢太忙啦，同埋我自己又好忙，所以就變咗少咗聯絡，跟住換咗電話號碼，
係啦，我係你換咗定係佢換咗？我都換咗，佢都換咗，所以變成就係哎呀揾唔到啦。但係雖然有 Facebook 同埋IG 呢件事，但係我覺得有時當你習慣咗咧，喺用 WhatsApp 啊，就會變成冇所謂啦，橫掂佢有佢冇，咁我又唔喺香港啊嘛，就少咗好多個聯絡。但係呢次過翻嚟比賽嘅時候，咁啱佢都有睇節目，係啦，佢有睇節目，跟住又話喂。等你比完啦，我哋得閒嘅時候咧，一齊嚟食個飯啦。咁耐冇見面，所以我哋嗰日就約埋一齊啦，係啦。但係好巧喎，佢又咁啱出新歌喎。係啊，所以係正咯，同埋佢首新歌係 OK， 好正，好聽。其實以前咧都有講過，即係有機會嘅話，即係可以大家一齊玩音樂，因為佢又有寫歌啦，佢又編曲，佢又識做監製，係啦，所以幾乎大家識嘅嘢係一樣嘅，所以係好想同佢學習，即係互相去交流下，即係唔同地區同埋唔同文化嚟成長嘅音樂人，會可以玩啲咩嘢？覺得佢而家有咩變化？咁多年冇見，我覺得咧，佢咧係靚仔咗㗎，因為以前太瘦啦，你太瘦啦，但係而家咧其實真係開始有練翻啲啦，係啦，同埋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已經即係做咗爸爸啦，所以成個人咧個 feeling 咧唔同咗。係啦，即係以前可能會真係即係仲細路啲啦，係啦。但係而家咧就覺得佢成個人咧係哇型咗咯，係咯，穩重咗，型咗咯，所以正啊！有冇同？其實我覺得張雨晨同埋羅力威咧兩位都係都好好嘅歌手，好有才華。佢哋大家都係可以作曲啦、填詞啦、編曲啦、監製啦、駐唱咧都可以做到嘅，所以咧都好希望咧兩位咧都大家都一齊去支持佢哋啦。順便一提咧，當年嘅周國峰咧去同張雨晨講過咧，好希望佢咧喺10年之後咧都重新唱過一次《是否》，相信咧嗰個感覺會更加好。咁我都好期待張雨晨會再唱翻呢首歌嘅。如果你隔10年之後再唱呢一首歌，我相信會係一首好經典嘅作品。咁到最後啦，因為今日都提過，我都好欣賞羅力威嘅。咁佢之前喺星光大道嗰啲比賽咧，都係真係贏咗好多次。咁佢近排咧都會出咗首新歌叫《悠揚一曲》，咁基本上咧都係佢作曲啦、填詞啦、編曲啦、監製啦同埋主唱啦。咁最特別咧就係佢大女咧都有份去參與一齊唱嘅，咁啊真係成首歌係好 warm 嘅。咁而入邊有句歌詞我自己好觸動，就係打過最美好的仗。咁希望都分享埋俾大家一啲片段啦。咁你哋可以去翻羅力威嘅YouTube 嗰度咧聽翻晒成首歌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我嘅分享啦。拜拜。任歲月走過每條路向，然而夢想會偶爾追趕不上。不要緊，得過美好的仗。雲霧散如療傷，延續日記每一章，高唱這一曲悠揚。平淡亦安分，千億火星辰，沿途亮照於這世間，回頭地揮別，終於不需眼淚強忍。臨別送上祝福期盼。